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Terence。今日咧為大家介紹呢一個屋苑咧比較冷門少少嘅，咁佢個位置咧就坐落於喺錦繡大道旁。其實咧揸車或者搭車都好啦，沿住條路入去錦繡花園嘅時候咧，其實就會見到呢一個屋苑㗎啦。不過好多時咧，好多客人都忽略咗呢個屋苑嘅，因為走馬看花啦，喺條錦繡大道度咧，其實佢一排屋咧，只係見到可能講緊4至5間屋，咁啊米米地色，好似冇乜特別咁。咁但係我成日都覺得咧，呢一個屋苑咧係經常性俾啲客人遺忘咗。其實入到嚟個屋苑裏邊個環境分佈啊，同埋佢嗰個屋苑嘅規劃咧，其實我覺得咧都有一種幾世外桃源嘅感覺嘅，而且環境咧亦都係相對寧靜。咁今日咧，我介紹我身後呢一個單位咧，佢係喺成個御翠園呢一個屋苑裏邊咧，屬於第2大嘅尺數嚟嘅。咁啊，實用面積咧去到1600幾尺。咁除咗對上有2間比佢再大啲尺數嘅咧，其實基本上咧呢一個單位咧已經係成個屋苑第2大嘅尺數嚟㗎啦。咁當然亦都有啲再細少少嘅，就係1200幾尺啦，同埋1300尺嘅單位不等咁樣啦。咁事不宜遲啦，唔同大家賣關子，即刻同大家入去間屋度睇下呢個間隔，你哋又中唔中意，又啱唔啱你哋用咧？同埋睇下周邊個環境，一陣間再講多幾句啊！好啦，從大門一入嘅左手邊咧會有條樓梯，其實呢個樓梯咧就落翻去下面車房位置。咁我一陣間稍後都會補翻喺後面車房位置嗰條影片俾大家睇下嘅。咁而家我哋眼見到面前啦，呢一個咧就純屬係一個客廳嘅位置啫。咁呢一個空間咧相當之闊落嘅，唔知大家又覺得夠唔夠用啦？咁我哋再行出去睇埋個花園部分啦。咁個花園咧，基本上都非常之四四正正，亦都好深。好，咁我哋從另一個角度睇翻轉頭。好，咁我哋一口氣咧就同大家上去睇埋飯廳嘅位置。值得講翻啦，其實樓底亦都相當之高嘅。呢度就飯廳嘅位置啦。咁有一個客人用嘅洗手間。好，呢邊就係廚房，空間相當闊落嘅個廚房。咁而且咧，因為間屋咧嘅窗咧亦都多嘅，所以相對嘅採光非常好嘅，成間屋都好光猛嘅。咁對出咧亦都有一個平台位置，可以順便同大家睇下出邊嘅環境啦。嗱，其實呢一啲樹咧嘅後方咧就係一個屋苑嘅泳池嚟嘅。咁一陣間我哋再上去咧會睇得清楚啲。好，咁我哋從另外一個角度俾大家睇下，再望翻客廳嘅位置啊，都非常之寬敞闊落嘅。沿住樓梯直上，咁我哋睇睇啲睡房先望一望中間呢一個浴室位置咧。再睇睇主人房，一組大衣櫃啦。好，我哋再睇埋有自己嘅獨立嘅其實換衫嘅空間啦，亦都有一個相對大嘅浴室。呢個屋苑基本上任何一個戶型都唔需要擔心空間嘅問題，因為佢係啲傳統比較舊少少嘅積，咁啊個實用率非常之高嘅。我哋睇埋另外2間睡房，咁呢間係其中一間睡房啦，另一間就做咗衣帽間嘅。咁我哋可以睇下呢一間房個窗外景觀。嗱，呢度因為而家夏天可能啲樹生得比較密，咁啊隱隱約約見到個泳池，其實位置景觀真係相當之唔錯嘅環境。好，咁我哋直接同大家一條片過
上去睇埋個天台，俾大家感受下。其實佢層與層之間嘅樓梯唔係話真係咁多嘅啫。好，咁我哋睇呢邊啦。有一個都相當之大面積嘅天台。好，咁我哋可以從高處上到嚟呢層咧，會比較清晰啲，可以望得到咧整個屋苑嘅分佈環境啦。其實就係一個長方形圍住一個自己屋苑裏邊嘅泳池。咁所以咧，無論車好人好，基本上咧都非常之寬敞嘅。好啦，咁今日咧就介紹到呢度呢一條片，希望大家會鍾意啦。咁如果有啲咩需要資料上面嘅查詢咧，可以隨時俾電話我或者 WhatsApp 我查詢嘅。好多謝晒，下一條片再見。好啦，最後補翻個屋苑外形個外觀同埋車房嘅位置俾大家睇清楚。好，我哋可以望一望個屋嘅外觀。咁頭先影片開始咧，就由呢隻白色嘅木門開始行入去影俾大家。呢度就車位。咁有2個固定嘅車位啦。其實呢度咧見到有個密碼鎖直上去咧就係頭先我講可以有樓梯落嚟，就唔需要揼雨直接嘅樓梯啦。咁因為我都頭先都講過啦，成個屋苑嘅空間咧都非常之多啊，咁所以咧泊車方面都比較鬆動。如果真係有到第3部車甚至乎第4部車嘅朋友咧，都可以有機會擺得到嘅，放心。好，咁暫時呢度就拍到咁多俾大家睇，多謝大家。